为什么有些老人80岁还能健步如飞，而有些人才过60就腿脚发软，走路不稳呢？其实答案很可能不在骨骼，而在肌肉。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事实是，从30岁开始，我们身体的肌肉就会悄悄流失。这不仅会让我们逐渐变老变弱，更是晚年遭遇跌倒、骨折、免疫力下降以及多种慢性病的真正根源。这种情况就是肌少症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。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问题一次性讲清楚，告诉大家有2样东西必须常吃，还有2件事必须早做，它们能帮助大家把流失的肌肉快速补回来，守住晚年的健康与尊严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年轻时结实饱满的身体，到了中老年就难逃干瘪的命运呢？这背后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身体内部的新陈代谢失衡了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身上的肌肉一旦长成，样子就固定不变了。其实并非如此，肌肉组织和身体里所有器官一样，时刻都在进行着新旧更替的动态变化。旧的、老化的肌肉细胞会逐渐凋亡、被分解，同时新的肌肉细胞会不断合成来填补空缺。我们可以把肌肉想象成一个银行账户，在30岁之前，我们存进去的新肌肉总是比取出来的旧肌肉多，所以账户里的余额，也就是肌肉量会不断增加，身体也越来越强壮。但从30岁开始，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。随着身体机能自然衰退，肌肉的合成速率开始减慢，而分解速率却保持不变，甚至还会加快。这就好比银行账户每天存进去的钱越来越少，可花出去的钱还和以前一样多，年复一年，账户里的余额自然就越来越少，反映在身体上就是肌肉总量逐年下降。第二个原因是体内激素水平的指挥棒失灵了。肌肉的生长离不开体内一些关键激素的调控，比如睾酮等性激素。这些激素就像是施工队的总指挥，负责下达开始合成肌肉的命令。然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，这些激素的分泌量会明显减少，总指挥的声音变小了，施工队接到的命令自然就少了，肌肉合成这项工程也就随之放缓。第3个原因是衰老细胞在暗中搞破坏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，偷走我们肌肉的不只是肌肉细胞自身的衰老，身体里其他组织产生的衰老细胞也在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。一篇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《自然》杂志上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。这些衰老细胞就像一群赖着不走还到处捣乱的坏邻居，它们自己不再分裂生长，却会释放出大量炎症因子，在肌肉组织周围营造出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微环境。这个环境会严重抑制肌肉干细胞的活性，让它们无法正常分裂生长，进而阻碍新肌肉的再生。这就好比一片肥沃的土地被这些坏邻居撒满了垃圾和毒素，导致新的庄稼根本长不出来。当肌肉流失的程度严重到一定地步，不仅会影响外观，还会严重影响日常行动能力。这时就发展成了一种需要高度警惕的疾病，叫做肌肉减少症，简称肌少症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，肌少症的总体发病率高达 17%， 这说明肌肉流失已经成为影响广大老年朋友生活质量的一大隐患。除了衰老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会成为加速肌肉流失的帮凶。第一个帮凶是长期缺乏有效锻炼，形成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。肌肉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用进废退。你越是使用它、锻炼它，它就越强壮；反之，你越是不用它，它萎缩的就越快。对于很多进入中老年的朋友来说，随着体力下降，活动量也会减少，可能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着或躺着。当肌肉长期得不到运动刺激，大脑就会认为这部分肌肉用得少，不需要分配太多营养和能量，可以削减开支。于是身体合成肌肉的速度会进一步放缓，甚至停止，肌肉流失便进入了恶性循环。第二个帮凶是错误的饮食观念，也就是吃素养生的巨大误区。很多老年朋友受到千金难买老来瘦和吃素更健康等观念的影响，饮食非常清淡，长期不吃肉或者肉类摄入量极少。虽然清淡饮食本身是好事，
但凡事过犹不及。肌肉最主要的构成材料是什么呢？是蛋白质。如果把肌肉比作一栋房子，那蛋白质就是一块块砖头，连砖头都给不够，房子怎么可能盖起来，又怎么可能坚固呢？尤其是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中含有的优质蛋白质，它们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，比例合理，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长期吃素，特别是那种完全不碰荤腥，只吃主食和蔬菜的严格素食，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，尤其是优质蛋白缺乏，没有了制造肌肉的原材料，肌肉流失自然会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三个帮凶是某些药物的负面影响。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，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，其中就包括对肌肉的损伤。临床研究发现，一些常用药物，比如他汀类降血脂药、某些抗生素和抗抑郁药，都可能引起药源性肌肉损伤，导致肌细胞分解，加剧肌肉流失。当然，这里并不是让大家擅自停药，而是提醒大家，如果正在服用这些药物，并且明显感觉到肌肉酸痛或无力，一定要及时和主治医生沟通，看是否需要调整用药方案。很多人对肌肉流失不够重视，觉得无非就是人显得干瘦一点，力气小一点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要是这么想，就太低估它的危害了。肌肉流失会像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主要有4大危害。第一个危害是大大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我们的骨骼就像房子的钢筋框架，而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就是包裹在钢筋外面的水泥和墙体。肌肉不仅能通过收缩和舒张带动我们完成各种动作，还是保护骨骼的天然铠甲和减震气垫。当肌肉大量流失后，这层铠甲变薄，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会下降，人的平衡能力和反应速度也会变差。走路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比如没看见脚下的台阶，身体来不及快速调整平衡，就极易发生跌倒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肌肉这层减震气垫的作用减弱，一旦跌倒，骨骼会直接与坚硬的地面碰撞，发生骨折的风险会大大增加。很多老年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往往就源于一次看似普通的跌倒。第二个危害是严重削弱身体的免疫能力。大家可能想不到，肌肉还是身体免疫系统的重要后备仓库。肌肉组织中储存了大量蛋白质，当我们生病时，比如感冒、发烧或者遭遇感染，免疫系统需要紧急招兵买马，制造大量免疫细胞和抗体来对抗病菌。而制造这些士兵和武器的原材料就是氨基酸，主要来源于蛋白质的分解。如果肌肉量充足，就等于拥有一个强大的后备军需库。身体能迅速从肌肉中调动蛋白质，为免疫系统提供充足弹药。可如果肌肉本就严重流失，这个军需库早就空了，免疫系统在前线作战时就会缺粮断饷，战斗力自然变弱。具体表现就是比别人更容易生病，生病后恢复得更慢，病程更长，伤口也更容易感染。第三个危害是加重心脏负担，损害心血管健康。肌肉，尤其是下肢肌肉，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心脏把血液泵到全身动脉，靠的是自身压力，而血液要从远离心脏的四肢通过静脉流回心脏，就需要一个额外的泵来助力，这个泵就是肌肉。当我们走路活动时，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会有效挤压静脉血管，像水泵一样把血液有力地泵回心脏。当肌肉严重流失时，这个第二心脏的功能就会减弱，血液回流不畅，不仅会增加心脏自身的泵血负担，久而久之可能引发或加重心力衰竭、心律不齐等问题，还容易导致下肢静脉曲张和水肿。同时，血液循环变慢会使新陈代谢速率随之降低，血液中的胆固醇、甘油三酯等垃圾不容易被及时清理，更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，大大增加患上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。第四个危害是显著升高患上糖尿病的风险。肌肉还是身体里最大的血糖仓库。我们吃饭后，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，导致血糖升高。
这时一部分葡萄糖会以肌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肌肉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大家可以把肌肉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仓库，血糖升高时，多余的糖分能被迅速存入这个仓库，从而让血液中的血糖水平保持稳定。但当肌肉大量流失时，这个仓库的容积会大大缩小。同样吃一碗饭，多余的糖分无处可去，只能堆积在血液里，造成血糖长期居高不下。为了处理这些高血糖，胰腺就要拼命工作，分泌更多胰岛素。天长日久，胰腺会累坏，身体也会对胰岛素不敏感，二型糖尿病就会找上门来。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，我们难道只能束手无策吗？当然不是，只要方法得当，完全可以有效减缓肌肉流失的速度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一部分肌肉。医生和营养专家提醒，应对肌肉流失，有2种食物必须吃，还有2件事必须早做。先看这2种必须吃的食物，吃对它们能为肌肉提供充足弹药。第一种食物是优质蛋白质，前面反复强调过，蛋白质是肌肉的基石，补充蛋白质就像给建筑工地运送砖头一样，是重中之重。而关键在于补充优质蛋白质。哪些食物属于优质蛋白呢？鸡蛋、牛奶、鱼肉、虾肉、鸡胸肉等禽肉、瘦的红肉，以及大豆及其制品，比如豆腐、豆浆，都是优质蛋白的极佳来源。它们的氨基酸构成最接近人体需求，吸收利用率最高。每天需要吃多少呢？对于健康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有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，就是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大约 1.2 克的蛋白质。比如一位60公斤的老人，一天就需要大约72克的蛋白质，这相当于1个鸡蛋加1杯牛奶，再加上1两鱼肉、1两瘦肉和2两豆腐。大家把这些食物均匀分配到3餐中，差不多就能满足需求了。怎么吃效果最好呢？建议把蛋白质均匀分配到1日3餐中，而不是集中在一顿饭里，因为身体每餐能吸收利用的蛋白质是有限的，分开吃吸收效果会更好。比如早餐吃1个鸡蛋、1杯牛奶，午餐和晚餐都保证有1个手掌心大小分量的肉、鱼或者豆制品。第2种食物是维生素 D 和钙。维生素 D 和钙是守护肌肉和骨骼健康的黄金搭档，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：钙是构成骨骼的主要成分，也能帮助肌肉进行正常收缩，但我们吃进去的钙需要维生素 D 这把钥匙才能打开进入身体的大门，被肠道有效吸收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就算补再多的钙，也等于是在做无用功。那该如何补充呢？富含钙的食物有奶制品、豆制品、绿叶蔬菜，比如菠菜、西兰花等。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相对较少，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、蛋黄和深海鱼类中。另外，别忘了晒太阳。获取维生素 D 最有效、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晒太阳。我们皮肤中的一种物质，在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下，可以自行合成维生素 D。建议中老年朋友在天气好的时候，避开中午紫外线最强烈的时段，每天到户外活动15到30分钟，让手臂、腿部的皮肤适当接触阳光，这样就能为身体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了。再来看必须早做的2件事，做好这2件事，能把肌肉牢牢锁在身体里。第一件事是科学合理的运动。运动是给肌肉注入活力，防止其流失的最强有力手段。中老年人运动的关键在于科学和坚持，推荐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。有氧运动能打好耐力基础，像散步、慢跑、游泳、打太极拳等都属于有氧运动。它们能提升心肺功能，为全身肌肉提供良好的氧气和血液供应，增强肌肉耐力。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，每次30分钟左右，运动到身体感觉微微发热、稍微出汗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力量训练能精准刺激肌肉生长，这才是增加肌肉量和力量的王牌。很多老人害怕力量训练，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事，担心受伤。其实中老年人完全可以选择安全温和的力量训练，在家就能做一些简单动作，比如靠墙静蹲、背靠墙壁、身体缓慢下蹲，像坐无影凳一样，保持15到30秒。还有坐站起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再缓慢坐下，重复10到15次，
也可以举矿泉水瓶，双手各拿一瓶矿泉水做弯举或侧平举动作等。这些动作安全有效，能很好的锻炼到腿部和上肢的大肌群。进行力量训练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、量力而行的原则，不要追求重量和次数，把动作做标准，能感受到肌肉的收缩发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。第二件事是规律充足的睡眠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肌肉主要是在我们休息和睡眠的时候进行修复和生长的。在深度睡眠期间，大脑会分泌大量生长激素，这种激素是促进蛋白质合成、修复受损肌肉细胞的关键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，肌肉就得不到充分修复，流失速度自然会加快。因此，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至关重要。尽量每天在相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，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、黑暗、舒适的睡眠环境。睡前避免喝浓茶、咖啡，也不要进行让神经兴奋的活动。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就是在为肌肉保驾护航。现在来总结一下核心重点。第一点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感觉腿软无力、胳膊变细，绝不仅仅是人老了那么简单，这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，说明健康发动机肌肉正在悄悄流失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可能会引发跌倒、骨折、免疫力下降、心功能受损和糖尿病等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。第二点，幸运的是，这场肌肉保卫战，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出击，并且能打赢。关键就在于前面分享的2吃2做4大法宝。吃对2样，一是必须吃够优质蛋白质，像鸡蛋、牛奶、鱼肉、鸡肉和豆制品，这些都是制造肌肉的砖头，3餐都要有。2是别忘了补充维生素 D 和钙，多晒太阳，适当吃一些奶制品和绿叶蔬菜，它们是保证肌肉和骨骼功能的黄金搭档。做对2件事，一是必须坚持科学运动，别害怕力量训练，在家做站起、举矿泉水瓶这些温和的动作，就是刺激肌肉生长的王牌。2是一定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，肌肉正是在睡眠时进行修复和生长的，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必不可少。健康的身体是享受幸福晚年的基石。希望每一位看到这些内容的朋友，从现在开始真正重视肌肉健康。这不是一项任务，而是对自己未来生活质量的一份投资。积极行动起来，为晚年打造一个坚实有力、充满活力的健康保障吧。如果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收藏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更要把它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让更多人能科学养生、健康到老。关注我，后续还会带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